礼拜上班吼，顶礼拜做礼拜线，等到厝就开始地动啊。咱的心大概拢为着华莲咱的祈祷，咱听请伊在心当着祈祷。我找到一段圣经节，主耶稣安尼讲：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。在绝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。咱同齐来唱。我心心的梦，我自己迷茫在你眼中。建筑物的时候，深深一个感觉，真正按照专家说的，不能打掉层，
柱子哪边不能做，就是不能贪，不要贪那个钱财。不贪的时候，其实建筑物可以保护我们；当我们贪的时候，就看到。希望这一次的教训真正能够提醒台湾的百姓咱真正爱听主的话，照规矩来走。好，我今日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，因为有信息是261首，历史信息伊甲藏伫348首。求主教是万祈祷，考察文情最美好，数万星星那袂定，听你声音较袂定，求你阿路听万祈祷，你的家己强力祈祷，阮若所求合你旨意，愿你应允，很准主理。表达对阮的心意，有特权参与伫你